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14公司第2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新闻开始来看，昨暗台南市的永康发生一件真严重的车祸，是一位姓张的查甫人，伊赛车从红灯去撞到一台载2个囡仔的奥多麦，骑奥多麦的查某人过身，2个囡仔送病院治疗。 轿车车头弄甲密密麻麻，连夜嘛喷几啊公尺远。13暗时，一个细层的女性载2个囡仔出门，想袂到去49岁姓张的驾驶所驶的车来弄到，机车弄甲真大力，喷甲10几公尺远，而且导火烧起来。细层的女性甲一个囡仔当场就无喘气甲心跳。在20点15分的时候，有一部自小客由张姓男子所驾驶，沿台39线南往北直行时。 跟一部由东往西直行的普通重机车发生那个交通事故。这件事故发生的地点伫咧台南永康大埔路2段，细层的女性送病医疗无救到转来，若是当时的囡仔经过抢救了后，目前已经恢复喘气甲心跳。警方初步判断应该甲汽车弄红灯有关系。目前初步的了解是这一部张姓男子所驾驶的这一部自小客涉嫌闯红灯，来造成这个交通事故。 若是奥多麦顶冠，另外一个囡仔倒边大腿的骹骨是封闭式断去，真侪所在受伤，好甲这头壳清醒。若是细条的驾驶是头壳受伤，无性命危险，敢是有啉酒赛车的行为，也佫有肇事责任。目前警方正在调查当中。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看这里，南投武界溪溪尾有2口族来人小姐露营，验过伫昨透早水头的台电武界坝刷强强放水哦，造成2个大人甲2个囡仔互大水冲走。昨是找到3个人的身尸，佫有1个大人还未找到哦。验过上新的消息是，早起8点左右已经找到另外1名姓罗的查甫人。另外，南投地检署调查了，决定讲要甲台电1名姓苏的员工，伊因为涉嫌过失致死，是以10万块交保。空军直升机甲这个12岁姓罗的查某囡仔遗体吊挂上花，伊老母伫边仔哭甲无声。因为前一天因接甲朋友2家，总共6个人，欢喜到南投仁爱乡武界的绿车开开床去露营。不过13透早4点外，上游的武界水坝其实无警示就放水咯。 我是睡车上我车上的那个窗户还有缝。我听到那个声音的时候，我以为是下雨，赶快起来看，结果不是，是那个轰轰轰的声音，然后都是水声。2家人的车因为大水冲来，也掉伫开床顶面，必须靠其他的车来拖，才法度开出来。因为大水冲走2个大人、2个囡仔，总共4个人，当地出动真侪人员来抢救。我们的6号闸门不明原因的就自动开启了自动开启以后因为没有警报，所以我们也不晓得，也没有广播。台电台管发电厂厂长证实，武界水坝6号排洪闸门伫13透早4点12分甲5点08分2摆不明原因家己开开。离搜救到13下晡5点，已经陆续找到3具遗体，伊原有1个男性的大人还未找到。生还的民众受到大水冲来，迄个时阵，伊原感觉是真恐怖。赶快叫人，然后叫他们，然后。 照他们看他们有没有在那里，结果手电筒照时候那里人都不见了。吴小姐表示，伊当时爬上车顶敲电话求救，不过家己的先生甲查某囝拢已经无看啊。离武界开床是毋是发到露营？台电表示，拢有设置禁止进入的警示牌。要到西的要进口的地方都会树立一个警告牌，就请民众就是不要下来因为水库随时可能就有放水的时候，就会有危险发生。 交通部观光局也向南投县府查证，意外发生的所在毋是合法的露营场所。不过，死者家属认为台电放水无公布，要有排洪闸门故障，才造成意外，无摆图提出国家赔偿。对着闸门开开的原因，这问题台电有需要进一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 来关心天气哦，今仔方面离开咯，各地拢是侪云好天的天气。来看云图，昨昏造成北海湾落大雨的方面已经离开咯。气象局嘛解除大雨特报，这几天过到山区会落雷阵雨。温度方面嘛较热热，气象局今仔将伫嘉义市、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发布36度，高温的黄色灯号哦。这礼拜4跟拜5温度会搁愈悬哦。虽然台湾已经进入秋天哦，也毋过嘛是爱搁注意温度哦，嘛是搁真悬，天气嘛是搁真热。
继续来看，昨因为方面的影响哦，北海湾雨是落真大，基隆市区有真侪所在拢淹水，台北的外双溪哦，嘛有人伫钓鱼，煞去互溪水冲走，好佳在人是掉伫桥边哦，水都风救起来，无在人是平安无代志。南寮大雨消防队员用来将受困的民众为溪水救起来。早起11:11，北市消防局接到报案，有民众暴落水，随即前往救援，被救起来2位男性原本伫桥脚钓鱼，因为一粒大雨致使溪水中被冲走，好佳在下滬救起来，无性命危险。当时的溪水非常的湍急，其实民众也是很危险。那我们同仁立即给民众带上救生圈跟鱼雷浮标，那依序把民众救上这个林溪路。基隆市区也因为早起的一粒强降雨，市区过海路都出现淹水，像西长路因为积水无法度排出，部分店家民家淹水到脚盘。东南街、通乌、明德三路间地下道也一度因为积水封起来，中道过了后雨较细，市区的积水才豆豆消退。气象局表示，这是季节变换，冷热空气交汇形成风面所影响，入面了后雨将会较短雨。几天北边是有比较明显的北风下来，那包括我们在中南部地区或是在东边的海面上是有比较温暖的空气，因此在前几天台湾附近其实是有比较明显的锋面，而且今天早上锋面也在我们台湾东北侧而已。因此在锋面在附近的时候，就容易会有一些比较不稳定的现象。不过，北日天气依然无稳定，这方面的基隆北海岸甲东北部依然有局部阵雨，其他地区伫过头了后会有雷阵雨，拜日起天气相对稳定，将一路继续到拜5、到拜6，各有方面接近。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美国西边的火烧山已经炭烧3礼拜，有200万甲土地拢烧了，嘛造成30多人死亡。乌烟甲烧甲规山的火焰，造成附近都市的空气品质是变甲非常的歹。美国西方的加州、俄勒冈州甲华盛顿州遭受3连野火摧残，加州到10日为止，也有28个火场由原的炭烧，当局出动14800名消防队员拍火。Fire still burning. We do have a spot across the road, which is not what we wanted. But our only kind of our saving grace right now is we do have this smoke layer above us right now, which is keeping the fire activity down. 过去4天，高温加上强风，火4过炭烧，已经烧掉500万英亩土地，面积相当牛泽西州遐尔大。几啊青栋厝被烧掉，好佳在气候形态当咧转变，海洋大热较冷加淡湿的天气，对消防工作进行有帮助。野火产生的浓烟甲火，互俄勒冈州第一大城波特兰的空气充满金属的气味。大马路的汽车驾驶埋怨5英里以外的时速无清楚，居民伫大门旁前面紧主动分布入去，有一寡人甚至伫厝内拢爱挂 M95吹暗。感控全球空气品质的单位 IQL.com 的数据显示，波特兰是当前空污上严重的都市，其次是旧金山、西雅图。俄勒冈州也阁有16个大型火场当咧炭烧，4万人互紧急撤离。搁较北的华盛顿州消防人员也伫15个地点甲大火烧拼。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带观众朋友来看今仔的报纸新闻，先来看《苹果日报》。即马蒜头1公斤的价销起价430块。云林一个伫网络真出名的农民林嘉欣就指出讲，有来的立委涉嫌要炒蒜头的价销，法务部强调讲已经要求调查局去了解了。进口商甲大盘、中盘敢有转货，阁有敢有黑白化价的情形，会为成为正上济蒜头的云林开始调查。再来看联合报，环保署补助民众换电动机车，今年嘛甲第7期燃油的机车嘛纳入补助。根据数字的显示，今年7期燃油机车的补助数量是电动机车的4.5倍。外界嘛批评讲减碳是行回头路，或者嘛质疑讲用空气污染的基金来补助买加油的车，实在是真奇怪。再来看《中国时报》，韩国演习今仔开始拢总5天4暝。这届演习嘛，演练中共若是拍台湾难作战的阴影。美国在台协会 AIT 嘛，同款的派人来观摩，也毋过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美军观摩团是头一遍来取消派人来台湾观摩。再来
来看高雄民众1月50外岁女性8月30为上海返来到台湾居家检疫，刷伫检疫的第13天雄雄过往，将地检署验尸确定讲伊无患着武汉肺炎，验过到底是甚物原因雄雄过身，爱个调查。高雄美浓一个50外岁查某人8月30对中国上海返来台湾，伫家己的透天厝1楼进行特殊检疫，无想到检疫到第13天的时阵，却是传出已经伫厝内底不幸死亡了。电访以及相关的一些资讯，它都是一个处于健康的状况。那他的案底在事发之后告诉我们，也说他姐姐在这过程里面也都属于健康，没有什么特殊的病痛的一个状况。卫生局表示，死者特殊检疫期间，李干事访查时阵拢无过样。9月11暗时，死者小弟甲这个个案继续问讲话，也无正常。不过隔天下晡1点外，要问伊食饭的状况时无回应，结果拍开门才发现阿姊已经死去了。基本上我们评估后，他的罹患慢性病的情况以及他自我照顾以及药物的部分都 OK， 长期也在接受一些治疗。那这个部分大概我们了解是说，并没有因为药物缺乏而产生的问题。卫生局表示，死者有糖尿病，桥头地检署13礼拜早起进行小验了后，下晡由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公布新冠肺炎的采检结果是阴性，确认死因毋是新冠病毒，不过详细死因也等检调单位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疫情中心的指挥官陈时中是证实，台湾最近会甲全球武汉疫苗供应的平台 COVAX 来签约，希望会使保证未来台湾买当公平买到疫苗。新冠肺炎疫情继续一直拖，未少国家拢加紧脚步伫研发疫苗，希望疫苗能够尽早上市。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证实，最近会甲 COVAX 全球疫苗免疫联盟签约，经由谈判确保能够用公平公正分配到疫苗的采购量。它是有一定的时程的哈，就是说它在几月日之前你跟他签约的话，那他可能就是可以让你去预购。因为拿到疫苗的时程其实就不太确定，因为COVAX 有合作关系的疫苗厂，它如果成功完成第3期联体试验，世卫组织它认可说你这疫苗是可以安全上市的话，那么它就是COVAX 就会提供给各个国家。医师表示，过来甲 COVAX 签约是有一定时程 ，COVAX 尽量公平甲疫苗分配予全世界，尽管无法度予所有人拢法度注射到，至少是结合全世界努力。由 COVAX 是隶属在全球疫苗免疫联盟的组织，而这个组织伊阁是由世界卫生组织为首理组成的。即阵台湾甲 WHO 关系真危急，新法度讲的成也引发外界烦恼。我们在选择那个购买疫苗的一个条件的时候，就已经选好了，就是我们必须能够选择可以使用的疫苗。那当然，我们付出去的那个金钱就会比较多一点。而未来疫苗取得了后，医师也讲一定以第一线医疗人员是优先的注射对象，其他危险族群也是全民注射，才靠其他疫苗制造也是采购才获得补助。COVAX 应看成是应急一个，更加重要是台湾的疫苗厂若是使得到脚步，除了互国内有够疫苗供应，也会考虑帮助其他国家。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全世界武汉肺炎疫情个均价，全球的病例数已经超过2800万例，92万人死亡。来看上新的统计，台湾暂无新增加病例，目前是498例；中国的病例有85000多例，香港有4900多例，日本超过76000例。目前全世界已经上严重的前3名是美国、印度和巴西哦。美国已经超过670万例，印度超过475万例，巴西超过433万例。伫欧洲方面，西班牙是超过57万例，英国超过37万例，法国嘛已经超过40万例了。再来看四大上大的难民营哦，伫顶礼拜回小厝营区拢烧掉了，有上万名的难民哦，无所在通住。伫联合国的斗3天，目前新的营区已经起好了。也毋过大多数的难民哦，是希望讲会使到其他欧盟的国家，因为新的营区哦，无一定会较好。军人当地大埔旁希腊特殊普苏岛的难民营发生火灾了后，政府伫咧离原本地址超4公里远的所在起新营区。Υπάρχει ο ΕΟΔΙ εδώ, υπάρχει ιατρείο που ελέγχει με rapid test και κανονικά τεστ για τον κορονοϊό. Υπάρχει χώρος απομόνωσης εντός της δομής, περιφρούρηση αυτής από την αστυνομία. Είμαστε σε ένα πάρα πολύ καλό επίπεδο, δεν ανησυχούμε.
摩利亚难民也顶礼拜出现30个月新冠病毒的确诊病例了后，那像难民部门去互隔离，转来去点火。目前政府无法度将确诊的人去倒位，已经甲20万份的快递送去岛上进行扩大采检。12开始，难民小连续带入去新的营区，不过已经艰苦真侪天的难民，伫咧拜六礼拜发起抗议，有的人认为讲新的营区是第2个地角，无想要大。We want freedom. We want justice. Where is human rights? This all people from Muria. Now is Muria finished. Muria is not good. All people 1 year, 2 years, 3 years stand and Muria. Muria like hell. 联合国估计，火灾进前摩利亚桥收容12000人，已经暂时去用安迪去希腊本岛的400个无家属陪伴的未成年人，会由10个欧盟国家来收容。大部分的难民拢想要重新去用安迪去其他欧盟国家。当期甲难民关系真紧张的岛上居民嘛反对讲搁起一座难民营。Η ανακούφιση είναι μεγάλη για το χωριό και για τον κόσμο όλο εδώ πέρα είναι πάρα πολύ μεγάλη. Αλλά δεν είναι και η λύση αυτοί που τους μεταφέραν, ας πούμε, 3, 4, 5 χιλιόμετρα πόσο είναι η απόσταση πιο πέρα. Είναι προσωρινά όλα αυτά. Θα πρέπει να βρεθεί άλλη λύση. 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把这场火灾悲剧当作是转机，呼吁欧洲采取共同移民甲庇护的政策。另外，捌伫2016年去过摩利亚的教宗方济各，嘛呼吁欧洲爱团结，而且用有尊严甲人道的方式来迎接难民。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联合国指出，全球犯罪行为除了走私毒品第2就是性的犯罪。以美国来讲，每一年有15万的少年人被强迫出卖家己的身体哦。加州因为非法的移民的人数上多，嘛是上严重的所在。下晡5点，警方才打开始秘密行动。这个穿红衫的女性当地找要犯罪的对象。这个女性是警方做媒要来找开查某的嫌疑犯，伫咧美国加州性交易是无合法，一个中介嫌疑犯爱互发超35000块新台票，那准讲毋是头一摆，佮爱互关超过1档。干那这暗，洛杉矶的警方就抓到25个嫌疑人，毋过这干那是性交易的一部分，佮较侪犯罪是透过网络，真侪受害者佮未成年。I was kidnapped by a pimp when I was 14 years old. I was scared of him. He was much older, he was big, he was strong. With a client, they can pretty much do whatever they want. They've paid for you for that amount of time. I was nearly killed by a sex buyer. 要去用绑票，而且强迫去做性交易的受害者脱离苦海了后，希望用家己的经验协助少年人脱离37仔。上重要是要安怎预防家己变做受害者。创业人士指出，美国逐年有15万人去人口贩卖去性产业，每2分钟就有一个未成年的人加做互绑去卖受害者，大部分是女性，其中6成是美国公民。别人去卖是敢若输入毒品走私的趁钱犯罪。每一个性工作者会当替37仔带来超过500万新台票收入。伫咧全球的犯罪三达是要甲3条新台票。记者综合报道。被俄罗斯的总统卢卡申科讲，伊家己伫8月份的总统选举摕到8成的选票连任，也毋过有侪民众是质疑讲选举作弊，加上街头抗议。昨首都明斯克就有超过10万个人加上街头，有400多人被抓起来。伫明斯克的街仔路，真侪示威的民众哪行哪抗议，看到警方挖过来，就赶紧走开。这个负责人当警察的面害家己的地仔，百姓看起来拢真受气。这已经是总统大选了进入第6礼拜街仔路抗议行动。Я хочу, чтобы что-то в этой жизни поменялось в этой стране. Знаете, как есть шутка такая в интернете: в Беларуси нет ни одного кота и ни одной собаки, которая не родилась при Лукашенко. Я хочу, чтобы это изменилось. 警方伫市中心附近用铁棒啊、路障等等来阻挡示威者挖过，民众是到市中心的外围用行去明斯克总统府，沿路摕票据端角去拿卡打花。内政部表示，有正百个人红抓，国内其他16个城市嘛有这款的街仔路示威，其中伫咧布雷斯特，警方搁抓水来赶民众。Наша надежда, что продолжать делать это публично, чтобы все больше и больше людей в мире реагировало на нашу ситуацию. 根据俄罗斯非官方的国际文团电信社的报道，在总统卢卡申科的官邸附近，捌听到经过示威者离开的对天顶开枪的声。内政部是否认，被俄罗斯8月初9去用指控作弊争议性大选结束了后，示威潮爆发。
掌权26年的卢卡申科延续政权了，被俄罗斯主要反对派人士唔是去封关，就是逃去国外。反对派总统候选人蒂哈诺斯卡亚嘛逃亡去附近的国家立陶宛，面对去要求落台声音，卢卡申科拒绝接受，而且佮讲这寡反对伊的行动拢是国外势力的操控。记者综合报道。今仔国际上阁有啥物大代志？咱做伙点台湾来看世界。首先是俄罗斯今仔举行地方选举的投票，因为之前反对派领袖纳瓦尼防下毒，甲武汉肺炎疫情是真严重。外界是认为这种讲的选情会有影响。再来看以色列武汉肺炎疫情又搁摊开哦。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礼拜宣布讲，为这礼拜5开始，全国要封锁3礼拜。再来看12名香港的少年人，伫8月份要偷渡来台湾，和中国海警抓到，即马失去联络。中国暂时表示讲，这人已经拢先互关起来了，案件目前搁在侦办中。再来看总统蔡英文伫礼拜出席民进党主办的兵推营哦，伫闭幕致辞的时阵，总统是讲到面对疫情、美中贸易战等国际的挑战，甲受到威胁的国家安全，总统拢爱做出正确的决定，嘛爱想办法来解决。伊嘛希望有愈较侪少年学员会使来投入国家安全相关的工作。民进党书记也对闭幕总统蔡英文伫闭幕式表示。今年对各国来讲，面临新冠肺炎病毒威胁，造成公卫危机，美中关系紧张冲突，造成全球经济安全不确定，也互涉入成员、产业链重组，甲东海、南海主权问题冲突卡在爆顶。涉入的国家数量众多，牵涉的层面也更涵盖了区域安全、外交关系以及周边国家的利益。另外，中国强行实施港版的国安法，不仅冲击香港的高度自治跟民主发展，也对普世的民主价值造成了威胁。蔡英文表示，面对一波一波挑战，作为总统，需要在国家安全受到威胁当下，提出解决方案。不过，做出正确的决策并不简单，每一项决策拢涉及到多难处、高复杂度、甲结构性的问题。总统需要在资讯复杂，也是欠资讯的情况，做出无偏离国家走向的决定。预先制定各项应对的计划，预拟可能的结果，才能够保护人民的安全。那么这一切都必须仰赖国安的幕僚跟国安的团队事先周延的规划，事发积极的应变，因此国安幕僚的养成是非常的重要。蔡英文讲，这段时间大家定听到提前部署，政府若是对疫情伫生病的时阵，也爱做好万全准备。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看台北市信义区 A13 远东百货公司哦，昨暗6点半熊大停电，造成民众的惊吓。百货公司是紧急疏散上千的人客，有23个人卡伫2台电梯内底，经过减半钟哦，才甲电梯内底的人救出来。一群人互吊伫咧百货公司的电话梯，手牵手真细致向下骹行。毋过面头前乌索索，敢若会当用手机的电火来照光，希望讲毋通跋倒。13暗时6点外食饭时间，远东百货信义 A13熊停电，规栋楼暗蒙蒙。大停电了，电梯嘛掉咧，传出讲有民众互关伫内底，其中一只掉伫咧8楼，另外一只是停伫咧2楼，总共有23个人。台电人员跟消防人员都来啊。消防人员来现场了，赶紧救人，好佳在1点钟了，伫咧暗时7点半全部救出来。本馆立即启动顾客疏散，那同步检修了手扶梯以及电梯的状况。那目前我们现在检查是有亮灯的，包括警报那些、消防那些，其实都是有启动。毋过有世界民众提供迄当阵停电的画面给记者，认为讲现场无明显的紧急照明，敢若消防警报器伫咧等，百货公司的工作人员疏散有淡薄慢，因为现场各有人叫是火灾。会造成这么大的浓烟，最主要的原因应该是电缆的问题。我们设备有故障，但是他们的电缆也有故障。那我们要理清楚，说是他们的电缆故障引起我们的设备吗？台电初步的调查是因为地下5楼机房的变电小拍电，供电系统烧起，才会致使规栋楼熊断电。若是甲民众疏散了后，远东百货信义馆嘛宣布13暗时8点了后停止营业，全面检查。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高雄的财产哦，有一个真特殊的地质的观光地区哦，也毋过却传出讲有真侪人拢伫遮受伤。海巡署是表示哦，这附近拢无啥物安全的措施，嘛有可能会崩山，所以民众哦要特别注意。IG 顶面一张一张天甲海连到阵美丽相片，吸引真侪游客走到茶山海花烟花的海湿洞去翕相。不过爱小心美景下面可能暗藏危机。8日下晡，游客无细力拔一个骨头回去，海巡人员出动救援。最终于海岸边峭壁石缝中发现左手臂骨折瘫软在地之男子，并立即运用担架固定以人力接驳方式将受伤男子送医急救。虽然传出有游客受伤的消息，路边也有警告标示，不过13礼拜下晡也是会使看到有真侪游客也是一直行去。下雨天会滑，留意啊，对，不能爬太快。下去的时候可能会比较好注意那个高低差还是什么的，上来的话就比较难看到，然后就会不小心撞到。穿的鞋子不适合的话，或是平常比较没有在从事运动的话，有一定的危险性在。我是觉得还好。有一寡民众认为讲行这无算困难，不过海巡署提醒，因为茶山这个秘境景点无经过开发，所以讲无安全设施也是照明的装置。烟花真侪所在又放落去甲落石危机，加上海水冲起来甲降落影响，为了安全，民众也是莫冒险入去。记者综合报道。教育部鼓励学校装太阳光电的设备，高雄都有30间学校拢设有光电的球场，也毋过都有民众质疑讲学校为着要设光电的球场，甲附近的树仔拢撤了，实在是真不应该哦。这种的争议嘛愈来愈多。早起第3节课，凤翔国中学生伫球场运动拍球，拢唔惊拍到日头，因为那球场头顶有这么多光电板。学生更喜欢在里面活动。平常的时间、下课的时间，他们也会自己就是带着自己的球，然后过来去享用这个球场的一个方便。凤翔国中是全台第1座光电球场的学校，2年前是校长家己直接业者，把4个篮球场变做光电球场。学校免出钱，每档可以当收1/8，差不多4万外块的回馈。不过光电板毕竟不是厝顶会使炸好，以遮阳为主啦。然后因为它是杂项工程做处理的，所以它是太阳能板那个拼凑起来，所以中间多少还是会有一些漏雨的一个状况。后边我看我后边嘛去观察其他校因的处理的状况，发现了即卖厂商伫这个部分因的改善非常的好。看到凤翔国中的案例，高雄、屏东愈来愈侪学校拢咧起光电球场，也是光电停车场，煞传出伤到树仔的咧，亲像小港的中山国中边仔30丛大树，树尾拢互人撤掉断头。其实进前树仔拢遮尔悬，其他学校嘛有甲树仔断头刷走的情形，有的树仔敢若剩树身，实在介可惜。断头是高雄市修剪作业规范明文禁止的，因为它上面写会导致树木生病，甚至有死亡的风险。那未来它新生的枝条都很脆弱，很容易断裂。那为什么我们要再去为了发电去赚钱哦？那去做这样的事情？进前伫咧屏东，嘛有学生家长不满光电球场可能会牺牲囡仔活动的空间甲绿地，种电测树仔的争议愈来愈侪。你先爱甲校内还有社区的民众先去沟通，看这张树仔是要安怎处理。政府应该成立一个树木保护的委员会，去把关审核相关砍树、移树，或者是涉及健康活的枝条，可能砍可能5公分直径以上这种比较粗的。都要经过相关的一个评估。护树团体希望政府伫咧设光电设备，应该要优先起伫咧厝顶，减少争议。未来其他学校若要起同款的球场，恐惊嘛爱思考绿地生态的问题。无只日历校园煞来伤害入树，就失去原地保护环境的本意。记者陈家军来为做高雄报道。即摆社会是愈来愈重视环保哦，全台湾各地公共脚踏车嘛是愈来愈普遍。最近屏东嘛启动 P-Bike 系统，那在地人是真期待哦，嘛希望各游客会使多多利用。摕卡片伫机仔顶悬比一个，就会使甲脚踏车牵出来骑。这是屏东的公共脚踏车 P-Bike。即马潮州镇嘛总算是等到设站啊，互居民实在真欢喜，赶紧来试用。很好啊。可以骑着到处走。
潮州镇的 P-Bike 即阵虽然敢若伫潮州火车站、历史园区、甲学校等6个所在设站，毋过对当地来讲，有缘是加一项交通工具的选择，嘛，互来到潮州上课的学生囡仔通勤更加利便。让潮州乡亲自己去享受潮州的一个轻旅游。其他乡镇地区的孩子，那每一次呢，他们要上学都5点多起来，然后6点多搭车，然后再搭火车或公车，再一路再从总站再走路来学校。若是互当地居民好行煞，外地坐火车来的旅客嘛会当用双脚深入了解潮州这个乡镇的美丽甲趣味。试营运之后，目前使用率最高的应该在火车站前跟旧三公处。外地来的乡亲，从坐火车下车站之后呢，就透过 P-Bike 附近寻求我们潮州的一些美食啦，还有我们观光景点。未来公所阁安算增加2个站，互潮州的 P-Bike 更加方便，上紧明年下半年就会当使用。居民是真期待交通的进化，嘛毋忘带动地方的观光。记者综合报道。现代人拢已经真济写毛笔字咯，就算有诶写嘛，拢是用便的墨水哦，已经较济用墨盘来墨水咯。要带观众朋友来看，屏东有一个用天然石头做墨盘的高人哦，伊做出来墨盘阁有生命的祝福，咱做伙来看卖。石头伫墨石仔台顶面转来转来，表面拿来拿筋骨。粗皮磨好了后，佮用细支的磨石链，豆豆吸出磨墨的墨糖、底墨的墨池甲油路多样。一块墨盘上无就要1工才会当完成。设计这款雅气墨盘的林副总，原本只是兴趣研究一寡水石啊，无意中发现这款天然石的材质是耐磨、袂输水、石心佮真幼，真适合摕来做墨盘。毋那安尼，这寡做墨盘的原料，拢是伊伫屏东万安溪捡的天然石头。当初因为我是在玩雅石，因为它会有破掉的地方，无意中发现说，这里面的材质是黑色的，摸起来非常的细腻，很适合做砚台。墨盘是文房四宝的其中一项，不过现代人惯使用磨边的墨水，已经真少人在用墨盘啊，所以林副总就想到要结合在地信仰。伫屏东内埔有一间全台湾为祭拜唐宋8大家之首韩愈的庙宇昌黎寺。有不少考生会来拜拜，祈求考试顺利着顶。所以林副总就甲上顶文行的墨盘甲昌黎寺结合，号名做昌黎轩。除了有人专工要来收藏，嘛设计一寡文创商品，互考生过路载伫咧身躯顶。这个吊饰的话，就是给一些学子昌黎祠那边过火之后，它这个是可以戴在自己的身上，提高自己的文运。逐块墨盘拢是林副总下心思磨出来的，独一无二，嘛真做展现地方人文特色甲精神的展露。毋那安尼，有心拍照就真创，毋望这款一点一滴磨石仔的耐心甲坚持，嘛会当分享互考生，互因考试一切顺遂。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伫台南麻豆有49档历史的新进来舞蹈团哦，因烦恼传统艺术渐渐消失，嘛因为疫情影响哦，表演机会变少，所以趁这个时间专工去国小教学生啊来跳传统的艺阵哦，嘛推出新歌单哦，希望大家使愈来愈重视用要长紧的传统艺术文化。配合台湾歌谣《草莓啊人家讲》的旋律，几位坐火男性一人爱一个囡仔仔来颠舞步。不过真少甲看，才发现是囡仔仔穿一束真特别的衫，那也亏成拿定身体，脚步大方咧跳舞。原来这是咱传统艺阵的一种讲爱步。伫台南麻豆徛49档历史的新生代舞蹈团，因为疫情的关系，表演机会变少，专工去文山国小教传统艺阵，推出新歌展。老杯少的舞蹈呢，也非常的逗趣，非常的有趣，而且它充满了很多的默剧的文化在里面。所以说呢，透过这样子呢，在今年呢，我就特别编排了，也去拜师学艺，然后去了解，我们这样子的一个老杯少讲爱步是怎么表演、怎么呈现，然后再做一个这样子的教学，做这样子的一个研究。传统艺阵讲爱步，也叫红步阵，是古一人的阵头，较食点南部的庙会出现。一般拢是一人扮2种角色，互边卡的观众分袂明谁爱谁，也接临场应变激5人娱乐观众。
另外，成果展也有结合电影《三太子》和布袋戏的演出。我就想说以偶戏为一个目标跟主题，所以说呢，有包含大家众所皆知的这个电音三太子，还有我们的布袋戏。但新生代舞蹈团真有心，特别找囡仔兄囡仔姐来学习传统艺术。团长也望透过成果展，让大家愈来愈重视这款恐惊马长棍的传统艺术文化。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一个运动比赛拢因为疫情停办哦，但当国际铁人三项的比赛，算是亚洲今年第一个成功举办的，有1500人来参加，其中有10组34位新将选手哦，因会用小练刷接替的方式来完成铁人三项的比赛。13拜日透早6点，第当国际铁人三项比赛由选手肖毅、嘉成元领军落水开赛。这场比赛原定在今年的3月举行，也不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延到9月。也不有关吸引27个1500位男女选手参赛，是今年亚洲第一场的铁人比赛，也可能是唯一的一场。其实整个亚洲，包含纽西兰跟澳洲，目前的赛事全部都是停止。那台湾这礼拜是全亚洲第一场 Ironman 的铁人赛事可以得到进行。其中上特别的是，新将选手有34位，因克服身体障碍，以3人一组接力的方式，分别参加游泳、自行车甲慢跑，甲一般选手同款，要完成113公里的赛程。视力障碍选手特别骑上协力车，由另外一名选手领航参赛。因头一摆参加正式的铁人三项比赛，拢真欢喜会当挑战自我。游泳就是尽量拼拼看，能追多少就追多少。这次想透过最难度最高的3个愿望一次满足的铁人，然后告诉大家，以后你们在办这些赛事，是不是都能够考虑我们身上朋友也有参加的权利？新将选手每完成一项比赛，围观的民众拢互因热烈的拍声。统计村讲，透过新将选手参赛，会当向咱国民众提供享受运动无分任何身份的无障碍运动精神。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电话诈骗的事件是拢无停过哦，即嘛甚至有假做165反诈骗专线的诈骗电话，造成民众误解受骗哦。9月份高雄就发生2件有民众欠互骗150万的现金，甲2两的黄金。历史一个人伫厝的长辈爱细里，假做检警诈骗手法猖狂。这个月初10，高雄一名陈姓先生接到一通诈骗电话，讲伊手机费无缴，果只是陈姓先生电话唔通挂断，会当直接转接到165诈骗专线借此，互被害人失去警戒心。其实这通电话是被转接到诈骗集团所使用的165专线，对方要求被害人交出保证金，互司法人员监管，甚至以警察无公开做理由吓惊被害人。讲无缴电话钱啊！我无办这支电话号码啊！我以后了，我无叫我打165去推算包诈骗集团报案，那叫我电话卖挂。陈姓先生差一点就交出身上2两重的黄金破链，甲假有36万的2张提款卡。好在在警方有先将诈骗集团使用的车辆出现伫红山，派员巡线埋伏，车手当场逮捕到案。是他电话没有挂。再拨打165，还是在这个诈欺集团的电话里面，只是转接到其他诈欺集团的成员的，跟其他诈欺集团的对话，要先把电话挂断，通话结束了之后，再拨打165。高雄三片一分局自今年2月到9月已经接到几啊件的类似诈骗案，这个月就发生2件，另外一件同款发生伫高雄独机中者，加检警同款以电话诈骗手法，以转卡165指示被害人到银行领120万，诈骗车手提走现金了后，坐客运车并且几啊摆换客运车被对窃，警方调监视器画面，对接到嘉义县中部，讨回被害人的120万，将2名车手拘提到案。记者综合报道。经济部预告，按明年开始哦，这所设备会有正2%、负4%、拢总6%容许的公差哦，也毋过这袂影响到现在所限的宽限时10公里的规定哦。但若新制度实行，各地仪器会重新送验来避免争议。
进前台61线西滨中华路段区间测速器发生系统摄影机对时无正常，造成4误举发，后来撤销上清场罚单。区间测速设备过去无国家标准，经济部参考国际标准，并且召开相关会议了后，预告明年1月起，区间测速设备要经过构筑、通行时间、通行速率3种验证。亲像来见时间5分钟，爱校正1摆，符合国家标准时间。离行驶速度，温准予伊正2趴，负4趴的误差。即阵因为过去有争议，全国有8县市暂停区间测速举发。不过交通部统计，过去使用区间测速路段，肇事率拢明显下降。亲像北宜公路伫无区间测速进前，每个月平均车祸是3.27件，有区间测速了后降到1.64件。有死亡路段之称的台中市沙鹿区向上路6段，每个月平均车祸也对超过33件，降到大约18件。会超速也还是超速啊，有时候赶时间也是一样啊。因为此地超速是地方政府的权限，新北市甲台北市表示，设备拢经过第三方公证单位来检验，所以讲会继续来处理，配合中央新政策，也甲加期送检查。立陶宛苗栗彰化是等中央新制实施了后，才用区间测速来开单。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嘉义市政府邀请60位4岁到12岁的囡仔，互因家己画图、家己设计游乐的设备哦，希望会使为未来嘉义市29座的公园来设计出囡仔因家己心目中的公园。囡仔用胶刀、贴布打造家己心中理想的游具，而且设计出来的游具，未来透过整体制作甲安全的加强，嘛会成为公园游戏场内底互囡仔耍的设施。你去公园大部分都是溜滑梯啊，或者是一些很自私的玩具，可是这边的玩具他们就会觉得很新奇，因为好像就是开发出新的没看过的玩具这样子。可以的话，就是说有一些简便式的遮阳跟椅子这样子。对，因为小朋友在跑其实不累，可是家长一直站在那边其实蛮累的。对。嘉义市34座公园当中，有29座公园有游戏场，但是共用式游具的建设目前搁伫咧规划阶段。为了要囡仔甲大人拢有一个安全搁趣味的游戏场，嘉义市领先分家园区举办活动，互囡仔来设计游具，为公园游戏场提供蓝图。希望有小朋友他们的想法，将他们的理想融入在我们的设计里面，不要像以前都是我们大人给这个小朋友你去玩什么游具。建设处表示，为110年开始，按算要用2年的时间，争取5000万的预算，以专零式甲共用式的方向来改善嘉义市公园的游具，希望伫提供安全游戏空间这当中，嘛增加囡仔游戏中学习的机会。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来看台湾现代舞之母的蔡瑞月，伊伫1921年台南出世，2005年过身哦。伊是一位真有台湾意识的舞蹈家，伊捌因为政治迫害封关3年，后来伊编舞讲出台湾土地的历史甲故事。蔡瑞月文化基金会伫明年蔡瑞月100岁生日的时阵，会特别来规划彰显伊经典的舞蹈作品。蔡瑞月规世人奉献去舞蹈，累积丰富的演出，阁有500外出的编舞创作，用舞蹈关心社会文化，跳出台湾这片土地的生活故事。拄则看到伊块舞是我跳蔡瑞月老师编的舞叫《追》，伊是描述咱原住民。少主的故事，伊就是日月潭的发现的一个过程，就是一个勇士伊离开伊的庄仔头，伊去甲山内去，算讲伊要变一个勇士进前，拢有一个类似成年礼的这种过程啦。今年是蔡瑞月舞蹈社建筑物落成100年纪念，每年2021佮大好是蔡老师100岁铭记，基金会特别办100年追思活动，彰显蔡瑞月的经典舞作。嘛有老师伫个为日本回来，伫个太平洋顶头的船顶，伊编创的《印度之歌》，迄算咱台湾有记录开始，应该是算第一支的现代舞啦。嘛有女巫，佮有新的阳伞。个食欲少女、傀儡上阵，像傀儡上阵嘛是描述老师一生的一个真重要的故事，嘛会使咱讲是一个最重要的台湾第一支的人权舞作。
超过1架次的蔡瑞月舞蹈社，早年是世界甲台湾舞蹈交流的重要一口，毋但培育出侪侪舞蹈人才，嘛替台湾留下珍贵的文化资产。因为舞蹈本身就是我们文化资产。那是我读大学时阵，我知影咱的台湾有一个这么突出的舞蹈家，他的整个生命历程是这么有力量。我觉得对我的启发一定是不同的。当时是封建社会，女性的地位是无遐尼进步啦，所以伊有相当的某种女性的觉醒意识。啊，这个觉醒意识，透过舞蹈的这个现代舞蹈，伊是一款解放。认真单纯将家己奉献给舞蹈，蔡瑞月女士虽然并无以女性主义者称呼家己，但是伫当年，伊用舞蹈展现自我意识，用艺术创作出家己的理念，进一步以实际行动冲破传统社会的捆绑。记者杨淑晴、谢桂林、高宗仁台北报道。再来看第77届威尼斯影展已经结束，中国的查某导演赵婷希望无以之地得到金狮奖哦。赵婷是威尼斯影展这10届以来头一位，嘛是历史上第5位摕到金狮奖的女性导演。Golden Lion for Best Film is Nomadland by Chloe Zhao。38岁女歌美国导演赵婷执导2届奥斯卡金像奖影后法兰西斯麦朵曼演出的《无依之地》，讲的是2008年金融危机互现实所逼，住伫车内4个流浪的弱势族群的故事。正伫加州的帕沙迪纳参加当地豪华汽车戏院首映会，赵婷加麦朵曼经由视讯向评审团表达多谢。Thank you so much for letting us come to your festival in this weird world and way. But we're really glad you let us come, and we'll see you down the road. 第2大奖评审团银狮奖颁予墨西哥导演米歇尔·法兰克的作品《新特殊》。最佳导演银狮奖由日本的电影《间谍之妻》的黑泽清得到。英国女星凡妮莎·科比以影片《追心之痛》得到最佳的女演员奖。最佳男演员奖由意大利电影《咱的老爸》的皮耶·法兰西斯。科法维诺得到，特别的是今年的终身成就奖颁予引领香港新浪潮重要人物之一的女导演柯安华。Dichiariamo ufficialmente chiusa un 77esima perfetto Mostra Internazionale d'Arte Cinematografica della Biennale di Venezia。为期10天的威尼斯影展是疫情爆发以来唯一一个如常举办的大型国际影展。在种种防疫限制之下，真侪美国明星今年拢无法度到场参加。位在丽都水岸边的颁奖典礼会场，有一半座位拢是空的，无人坐。而所有来宾拢是挂着水暗来参加。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东欧国家罗马尼亚19世纪尾的铁路，捌经过2届的世界大战甲后冷战时代。伫2008年的时阵本来是要拆掉，后来伫地方人士各国内外志工的抢救，最后是以观光火车的方式，甲伊保留落来。咱做伙来看卖。列车长分别列车下机了后，火车豆豆叮当，坐伫咧半开放式车厢内底，旅客若开港，若欣赏罗马尼亚中部增开的农村景致。这段原本属于罗马尼亚阿格尼塔县的铁基路，上早会当追溯到19世纪尾的奥匈帝国时代。经过1次大战，奥匈帝国解散，了后罗马尼亚建国，再到2次大战，铁基路去互德国军方炸掉，了后搁重建。罗马尼亚政府是伫咧2008年，甲这段路线所有相关的设施指定做历史文化的遗产。We started it in 2008. We succeeded in repairing 7 kilometers of track. 摩卡尼塔伫罗马尼亚纪元当中是下轨道小火车的意思。打开始的前2年，这阵人靠因的热情，甲真有限的资金。互已经拍远而且发草的铁基路一寸一寸豆豆整理出来，了后当地企业真慷慨捐钱，有更较侪工作人员加入，才互修复工程更较顺利。
即马罗马尼亚的人拢甲全世界同款，因所坐火车嘛是用电力伫行的现代化列车。啊，毋过为着要吸引观光客，嘛互搁较侪罗马尼亚民众有机会搁来坐奥匈帝国时代小火车。民间社团搁特别找住伫咧当地真侪年的奥地利工程师来担任蒸汽火车驾驶的工课。这台老火车会带100年的基地向山那来去。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英国驻青的演员史恩康纳莱已经食到90岁，伊演过007系列电影，互大家印象是真深哦。伊伫苏格兰出世，嘛真关心政治哦，伊嘛支持苏格兰爱独立。咱做伙来看卖。1967年的《雷霆谷》是第一遍有亚洲的庞德女郎的007电影。You're right. Fully laden here and empty here. I want to take a fast look at the island now. 以英国军事情报局第6处做背景的007电影，内面的主角詹姆斯·庞德，第一任就是史恩·康纳莱演的。伊6遍演詹姆斯·庞德，一直到1979年的《金刚传》，尾行是罗杰·摩尔、皮尔斯·布罗斯南加丹尼尔·克雷格接被演。For me, Sean Connery defined the role, so he's always going to be someone I look towards. Especially when I started this, and Dr. No and From Russia with Love. 无演007了，史恩康纳莱也有真侪作品，包括甲哈里逊福特合作的《印第安纳琼斯系列圣战骑兵》，也有记当年甲艾利克·鲍德温合演的《猎杀红色十月》，互人讲是近代海战电影的经典。也有1999年以前几年金融大刀做背景，甲凯撒琳·丽塔·琼斯合作的《将计就计》。It's a tough job and somebody has to do it. And she's a great kisser. 史恩康纳莱也正热衷政治活动，伊除了出钱赞助苏格兰独立运动，也正式加入苏格兰国家党做党员。We have waited nearly 300 years. My hope is that it will evolve with dignity and integrity, and that it will truly reflect the new voice of Scotland. 记当年公元2000年，英国女王为了要表彰这位影帝成就，开技术的演出，外界认为是伫咧安打苏格兰独立运动。不过，史恩康纳莱依然坚持家己的理念。记者综合报道。咱人的过身生死是要安怎处理，还较环保嘞？欧美目前咧发展一套处理的方法，是利用微生物甲遗体分解变做一堆肥哦，当作是土地肥料，咱做伙来了解。巴黎支付殡葬服务单位2007年一项研究讲，标准的土葬的棺材、墓牌、石材甲茶，加工起来温室气体排放量差不多是一台车走4000多公里的碳卡量，被看作是较环保的火葬，碳卡量差不多是一台车走1124公里，同时也会产生带后性水源这款污染物。比利时的罗斯福尔地区就一寡志愿者伫咧研究新老师第3种选择，就是往生了甲尸体透过堆肥法分解成做会当滋养大地腐蚀质。The body is placed on a moist bed of wood chips, clay, and brown coal. The mound is then covered with straw, dead leaves, and grass before being watered. Microorganisms then get to work, raising the temperature to 70 degrees. 3 months later, the bones are crushed and then reintegrated into the mound. In 1 year, the process is complete. Pourquoi pas des poros et redonner la vie pour les suivants, pour toutes les générations futures. 其实，瑞典伫咧2005年就已经领先全世界批准天然有机海湾殡葬法。全美国第一个，也是全世界第一座人体堆肥设施。2021年会伫咧西雅图开始营业，规套的环保下葬加仪式差不多5500美金。另外，伫法国尼奥尔市的自然墓园。是袂用用阿门土加花岗岩的木牌，棺材袂用有漆，像我是无经过处理的茶帮或者是纸帮，骨头腐红会当分解，大体上好莫做防腐处理。Notre souhait, c'est pas forcément qu'il y ait des copier-coller du cimetière naturel dans toutes les communes, mais au moins, en effet, que ça permette à d'autres communes de s'en inspirer et d'imaginer autre chose. 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天气哦，今仔北海岸、宜兰等所在嘛是有第一阵的阵雨，其他各地是一份好天的天气。过道山区会落雷阵雨，温度嘛较热热。气象局今仔嘛针对嘉义市、台南市哦、高雄市各有屏东县来发布36度高温的黄色灯号，乡亲爱特别注意哦。做回来看今仔详细的天气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4度；中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4度；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4度；东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2度。华岛地区上低25度，上悬33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公司台语台的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个观众朋友，大家好，真久无见面啊，我是元啊。咱今仔日要绍介是会互人接上、遐上的白琴。白琴是日语的外来语，写做母爱白可应琴。白是表示外来语的第9调，琴第2调。白琴通常伫较温暖、较湿的所在较多，尤其是伫天气较烧热的时阵。只要是定定湿湿、搁烧热的环境，都是真适合白琴生长的所在啊！乌生，今日甲我白唱啦，我着香港卡啦。这唱的。若是日日到暗，拢甲尾仔穿条条，翕伫袂通风的鞋仔内底，就真够得到香港脚。台湾的天气真烧热，真侪人拢会得到这款病。这无啥啦，只要照先生的吩咐落去食药啊、抹药啊，就无代志啊。啊，若白琴去为着指甲，指甲会变高，湿地会变甲落落，佫会有歹味，一般咱就甲叫做臭甲。若阵白琴去为着头壳、身躯的皮肤，就会引起头癣还是皮癣。咬老寒的人皮肤会有一笪一笪白白，这叫做白癣。互白琴感染到的所在，定会痒，有时佫有小可疼疼，所以患者会一直去咬。不过一直咬是无法度止痒的。甚至佫会扭皮，皮肤会裂开，有时佫会发细粒的水珠啊。白琴产生的病症，虽讲大部分拢毋是严重的大病，不过得到嘛是真艰苦，真无爽快。若去画着，就紧去互医生看哦。6白琴。香港脚
草甲、白线、豆皮、皮肤笔、水珠。热天若是流真侪汗吼，就赶紧洗好清气，切好干，会当避免歹菌的感染哦。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这是公视第2台，接落来请收看咱的节目。